心肠的，一定要跟着孙膑的粉丝们。我决定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，就是拉是阿美族的阶级名词的开头，一定要用拉，然后名字呢就叫拉铁粉。喜欢吗？而且还帮你定做了旗子，有没有？来，拉铁粉的旗子有没有？拉铁粉的，哇，你有旗子哎！记住你们是谁？拉铁粉！你是谁？拉铁粉！刚才这首歌《拉铁粉》。粉红色的。